叹气是没有用的，要面对问题解决它。捕神是何许人物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要解决问题。你。哎呀，小二来喽！小二，把你这最好的酒菜全都给我端上来。是。来，今天呢，我要亲一个。王孙，你，我们约定的时间到了。哼，你们给我滚！哼，武神，我王孙投案来了。投案？那你为何还佩剑而来？捕神，你受死了！王孙，我给你半年时间安排家事，你却积极练武，并不杀局，妄想逍遥法外，真是不知悔改。捕神，我知道错了，望你从轻发落。如果你这半年知错就改，那还不错。可是你现在罪加一等啊！那要坐多久的牢啊？1辈子啊！你年纪轻轻，却罪大恶极，那你下半辈子就在黑炼狱度过吧。捕神，我不会跟你去的，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！起来！可否借剑看一下？我的剑不是用来看的，是用来杀人的。所以你杀了侠王府上下100多条人命。背信弃义之人都该死。我可以给你半年时间，安排好你的事情。半年后的今天，来此向我投案。哎呦！哎呦！回来啦？怎样？你一定已经办妥那件事了吧？那捕神现在怎么样了？抱歉，我并没有阻止捕神前来。那我爹他……放心吧，捕神是那种比铁面无私更公正的人，这样的人绝不徇私，一定会还给你爹一个公道。楚楚，走吧。叛徒，你今天死定了！楚楚，快走！好。猪猪，猪猪，猪猪。
你全身都湿了，一直还冷，所以我才抱着你，让你取暖。你放心，我心里只有孔慈一个人，容不下第二个女人。你伤得不轻，需要回去给你父亲治疗。快穿衣服。你不去等补神了吗？目前送你回去为第一要务。嗯。糟糕，补神已经来了！爹，爹，爹，爹！我爹不见了，一定是补神他。愚兄，你的麒麟臂没了，身手依然不凡，佩服佩服。补神的锁魂环、锁魂掌也是一绝，我于某有幸与你切磋，哼，真是无憾。爹，楚楚，你回来了。嗯。你上哪去了？愚兄，今日我们相见甚欢，何不让我们喝坛酒如何？好啊。哼。原来爹以前很不快乐，直到今天向补神投案自首了，才如释重担。既然来了，你也来喝一坛吧。我要练剑，我不喝酒。我知道他不喝酒，这坛酒就由我来喝吧。原来你们早已认识了。不但认识，他还是我要抓的要犯。要杀雄霸，半年实在太短。你为何要杀自己的师傅？因为他杀了一个比我父亲还要亲的义父，此仇非报不可。要杀雄霸，就得先杀无数的无辜生命。我身为王法执行者，我一定要阻止这场杀戮。补神，他身负麒麟臂，剑法更深不可测，不容易对付。这是我的职责，此战势在必行。好，你要抓我，就尽使本事，看我一决高下。楚楚，这危险，你先回去。不，我不要离开布大哥。你快走！郭靖宇，你为何不用剑？你不是用剑高手，我单凭排云掌也足以应付你。排云掌！
别过去！爹，他怎么会这样？他的麒麟臂，三焦玄关尚未贯通，稍微运劲，真气就凝滞不散，痛不欲生。爹，有什么办法解决吗？没有办法，只有靠他自己了。尝尽煎熬，发挥麒麟臂最大威力，对他是一大考验。哎，叔叔！步惊云，步惊云，你快起来，你快站起来！步惊云，你连这种苦你都挨不住，你如何报仇？如何追杀雄霸？步惊云，这痛楚必须要冲破臂上三焦玄关，方可消除。你一定要忍耐。让我们再一决高下吧。没想到，你也是个用剑高手。你应该说，是用剑的好手。手是好手，但这是什么剑法？家传剑法，断剑诀。断剑诀。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步惊云，一个最强的剑手出剑时，就必须要断情断义。步惊云，接招！出住！很可惜，你只是铁面无私，因为秉公而断情，不能断义。不错，能够断情断义的人，根本不是人。只会是魔。对，不是人，是魔。真正的魔就在这里。雄霸之子，是，我是雄霸唯一的儿子。我在天下会10余年，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？也不曾听雄霸提起你。我从小就被送往昆仑山习武，
不曾在天下会待过一天。他不曾向身边的人提起我，那是因为我反对他，反对他以暴力打造天下会的铁桶江山，反对他滥杀无辜的生命，反对他为了巩固江山，不断的制造杀孽。爹，你连舅舅也杀？他也想背叛我。你已经着了魔了，你断情断义，你好可怕呀你！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个道理，你应该懂的。我的江山将传于你。我不要，我不要以涂炭生灵建立的江山。从今往后，我跟天下会无关。慢着，这么说你是想背叛我？既然多年来苦劝您无效，我只有选择这条路了。你若敢走，就不是我雄霸的儿子。你是我雄霸的儿子，哪儿也不许去。我们父子这辈子不管如何，应该在同一阵线上。孩子，你真这么狠心？你敢无视我这个父亲？我心目中的父亲已经不存在了，你不配做我的父亲。孽种！你不配做我父亲，你不配做我父亲。我不会让你这么痛苦。你要走可以，但是我要你永远永远的记住，你是雄霸的儿子。为了要使我摆脱不了是他儿子的命运，他就用剑在我脸上留下了4个字：雄霸。他不配当我的父亲。为了耻于雄霸之子，我就戴上这半边铁面具，改名更姓，投身宫门，立誓除暴安良，赎我这一身原罪。武神，既然是这样，那你为什么不抓一生杀孽的雄霸呢？他的心已着魔，他不配称为人。这么说，你只抓人，不抓魔？不敬云，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实在太多，我不想再听。别走！不敬云，我们还没分胜负，胜负已分，不必再战。你这又何苦呢？就算我只剩一口气，我仍会阻止你报仇。不敬云，我明知此战必死，可是我还是希望能感动你，执行你的生命，正如你刚才不想杀我一样。可惜，此仇一日不报，我绝不罢手。也许不神宁愿如此殉职，也比临阵退缩好过得多。尘世间又少了一个铁面无私的人。
傅金云其实并非冷酷无情，只是被他心中的仇恨驱使着，不断的杀人。看来我的麒麟臂没有传错人。老板，回去你主人的故乡。爹，武神已死，你干嘛还要去自首啊？是的，这是我一生最后的心愿。楚楚，你当愿见你父亲是个坦荡荡的男人，而不是猥琐的鼠辈，对吧？嗯。傻孩子，我们还是会见面的。嗯。不，兄弟，你三焦玄关仍需耐心突破，所以别再妄使麒麟臂，否则会异常痛苦。还有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希望能帮我照顾楚楚。不，兄弟，你放心。别对我说永远，永远，永远，永远不是我要的明天。你爱过我。哎，你看那个人，哎呀，疯子啊！想他这样哪辈子才能钓到鱼呀？嘿，对山姑娘没有铁嘞，我爱姐姐长得俏嘞，姐姐大嘴眼又细哟，她的模样长得俏嘞，哥哥姐姐天生一对儿，呀呀呀！对山姑娘没有铁嘞，我爱姐姐长得俏嘞，姐姐大嘴眼又细哟，她的模样
长得俏嘞。这乌龟吵得要命，给我闭嘴！啊，我不唱就是了。给我滚！是，我马上改走另一条路啊。站住！你人走就好了，马跟车给我留下。原来你们4个是山贼。好啊！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诸位施主，若能收手不抢，还算不迟。臭和尚，你一定活得不耐烦呐！今天我们送你归西。我佛慈悲。施主，上路吧。你在跟我讲话吗？快走吧。哦，是。对山姑娘没有天嘞，我爱姐姐长得俏嘞。施主，要不要吃点东西？施主，馒头放在这儿，你请自便吧。这位施主安静的出奇，但是眉宇间仍然散发着一股猛兽的气息。施主，我看你的神色木陋幽戚，似乎对世间万物毫无眷恋。不知贫僧能否为你一解疑难呢？世间凡情朝露过，如何灭去心头魔？心头魔，施主，魔由心生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夫以空兮，妻亦空。黄泉路上不相逢，朋亦空兮，友亦空。各负前程，路不同。朋亦空兮，友亦空。为何世人如此固执，如此的不快乐，对万物毫不怜惜？故万物必须自强。唉，我佛慈悲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。真要解开死结，必须消除所有的执着。阿弥陀佛。老兄，老兄，那个和尚呢？和尚啊，老兄，谢了。啊，不用谢，朋友，我唱了这么多年的歌，只有你最有耐心听我唱，你是我的知音啊。老实说，你的歌声令人十分舒畅，让我开朗不少。太好了，我还有很多曲子没唱，现在我就为你高歌一曲。
美丽的玉兰溪呀，溪水嘛清澈的，每天我都看见你，你也看着我，永远相偎依。段浪，叫的还挺热乎的。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刽子手、杀人魔！段浪，不要叫我！你携系无双城，杀我义父，害我没有安身之处，这是你对一个亲如手足的朋友应该做的事吗？哼，我爹真是有灵，把你引到这来。对不起，就这3个字，了结了。今天我要取你项上人头，祭我义父和无双城惨死的100余孤魂。那你就动手吧。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，永远不是我要的明天。你爱过我。今天我要取你项上人头，祭我义父和无双城惨死的100余孤魂。那你就动手吧。你为什么不抵抗？如果我的死能解开你的心头大恨，除掉你背负的血海深仇，止住所有的杀戮，这是功德一件。我为什么要抵抗？你不是以前的聂风？对，以前的聂风已经死了。怎么了？你不是要报仇吗？杀一个心死的人胜之不武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要你拿出真本事，与我一决高下。我已没有立场了。你是天下会神风堂堂主，怎么会没有立场呢？我让天下人知道，我段大亲手杀死了天下会赫赫有名的神风堂堂主聂风。我早已不是天下会的什么堂主了，我现在只是一个凡夫俗子。你也背离了天下会，名也空，利也空，转眼荒郊土一风，转眼一切都成空，还争什么呢？倒不如放诸四野，大闹得轻松自在。好极了，不经连聂风都离开了天下会，杀雄霸这个魔头的时机到了。哼！念在你过去受命于雄霸，身不由己放你一马，这笔血债我会找雄霸还的。段浪，段浪，段浪，放弃执着，海阔天空啊！军机府衙，对，
是京畿府衙。送信的人呢？回师傅，只是一匹马而已。这儿没你的事了，先下去吧。是。熊帮主见，令郎龙腾半生忠于职守，屡建奇功，功在社稷。因于日前擒捕要犯步惊云之际，功败垂成，命丧步惊云手下。今令其坐骑驮回遗物与骨灰，顺其生前常言，若有不测，望能回葬故里之志。盼熊帮主得悉后，节哀顺变，安葬令郎骨灰，以随心愿。我等同感哀悼，顺祝其安。京畿府衙总督头郎云弃笔。步惊云。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，永远不是我要的明天。你爱过我就已足够。师伯，请您替小侄的师父报仇啊！师伯，武双城上下100余条孤魂冤枉惨死，就全仰仗您吐这口冤气了。师伯，雄霸惨无人性，您不能坐视不管呐！师伯，您是天下公认的正义之士，您不出面，天下的公理就要荡然无存了。师伯。师伯，师伯，小侄在此向您叩安。是该报仇的时候了。下来！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段浪！哼，秦霜。好久不见了，帮主九五之作是你做的吗？呵呵，这椅子又破又旧，其实谁都能坐上来啊。就像本少爷，雅兴一到就来坐坐。要坐当然不难，帮主。但是要坐得久，还要坐得稳，就必须。要有真本事、真功夫，这才是最难的地方。段浪，你如果用这种方法激怒我，未免幼稚无聊。秦霜，拿下这个叛徒。是。剑
剑圣。雄霸，今天我以剑作为战书，7天后必定来与你决战天下，夺回我无双城所失去的一切。不必追了。师傅，剑圣隐居已久，这次为了无双城重出江湖，听说剑圣剑法举世无双，尤其是圣灵剑法，无人能破。那就等着瞧吧。